唔知你有冇試過為屋企嘅長者照顧安排上而覺得煩惱？無論係工人姐姐放假、屋企人旅行，暫時冇人照顧，或者長者仍然等緊漫長嘅資助院舍宿位。今日進優生活帶你嚟參觀呢一間位於紅磡，已獲得香港社會福利署認可優質護理安老院。呢度可以提供即時嘅專業照顧，我哋仲會一步步教你點樣申請合適嘅政府資助，獲得院舍照顧服務之外，同時亦都大大減輕壓力同埋負擔，俾自己鬆一口氣。進優生活護理安老院位於紅磡九龍核心位置，鄰近港鐵何文田站同埋黃埔站，步行大概10分鐘就可以到達。附近亦有多條巴士線同埋小巴路線，交通方便，亦都方便屋企人探訪。嚟到院舍之後，我哋即刻睇下房啦。呢一間係雙人套房，每間房都有獨立嘅洗手間、大衣櫃、電視機、冷氣、書台，一應俱全。房入面仲有2張標準單人床，配備智能系統，例如係呼叫系統、睡眠檢測同埋離床感應等等。而床邊同埋洗手間都有平安鐘，確保住客嘅安全。而每間房都有大窗，唔單止令房內嘅採光度高，仲可以呼吸新鮮空氣。進優生活唔單止提供舒適嘅居住環境，仲有多元化嘅公共活動空間，俾長者可以盡情享受樂齡生活。包括空中花園、多功能大廳、休憩區、健身區等等嘅多元文娛配套，俾長者玩得盡興。呢度最獨特嘅賣點之一就係院舍入邊有獨家嘅呼吸 salon， 為長者提供方便快捷嘅剪頭髮同埋按摩服務。長者唔使出街都可以輕鬆打理個人形象，享受舒適嘅按摩，提升生活品質。進優生活護理安老院提供全方位嘅長者住宿服務，無論係需要長期安老照顧，定係短期住宿暫託，都可以滿足你嘅需求。租期彈性靈活，你而家只需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無憂嘅生活。院舍以北歐風格設計，舒適嘅環境配搭設備齊全嘅設施，由擁有經驗豐富嘅護理團隊提供24小時嘅專業護理。無論係日常照顧、藥物管理定係緊急應變，都可以確保長者得到最完善嘅照顧。自2024年起，進優生活護理安老院已經正式成為院舍券嘅認可服務機構，提供長期住宿照顧服務。我哋完全符合社會福利署喺空間、人手同埋過往服務記錄嘅方面等等嘅嚴格要求。而家我哋正接受持有院舍券嘅長者申請入住。唔少長者同埋屋企人喺考慮入住環境同埋設計優良嘅安老院嗰陣，一定會擔心費用係咪好貴。其實喺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下，政府會以長者嘅個人經濟狀況進行入息審查，定出共同付款級別，資助金額共分為8個等級。而負擔能力較低嘅長者會獲得較多嘅政府資助，減低佢哋入住優質院舍嘅經濟壓力。入住院舍券計劃下嘅認可服務機構嘅長者，如果符合相關申請資格，仍然可以申請公共福利金計劃，包括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同埋普通傷殘津貼等等，從而安享更有尊嚴同埋質素嘅晚年生活。進優生活護理安老院位於九龍紅磡利工街，喺2024年開業，樓高2層，總樓面面積達到18000尺。提供60個豪華宿位，主打夫妻同住雙人套房。北歐優雅嘅建築設計、酒店式嘅服務體驗，為長者住客營造一個高質素、舒適嘅生活環境。有意透過院舍券計劃入住進優生活護理安老院嘅老人家，需要完成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，同負責工作人員提出申請。或者可以聯絡進優生活護理安老院，電話22199343，協助你了解申請入住嘅流程。